仲好，馬年年初6日馬，重頭戲係1級賽1400米女王銀禧紀念杯，睇下嘉應高升可唔可以破紀錄18次贏馬。明天共有11場賽事，包括1000、1200、1400、1600同埋1800米，班次有2至5班，跑道係 A+3 跑道。我哋先睇下練馬師王情勢，羅富全同姚本輝都有穩健熱門，包括極上沙龍、醒目高球、火悟空同埋包裝名區等。大衛希斯除咗嘉應高升，其餘都好一般，反而今期嘅蔡約翰更值得推介。騎師王可以留意下布文同埋近期表現比較好嘅麥文堅，有9匹坐騎嘅潘明輝亦都可以選擇。除咗1級賽之外，初步還會介紹第4場2班賽，先睇下3、2、1場次回看。大熱係6，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顏色之王少少夾咗，暫時喺後邊黃帽紫色衫嗰匹啦。好啦，前面快噶嘛，星際快車搶喺前面走噶啦。水晶酒杯第2位，美麗第1、第3，入邊第4位賢者無敵啊，外欄啦，紅帽紫衫仲有飲杯啦，中間黃帽咁啊黃衫黑藍色眼罩咧就英雄豪傑啊。後邊嘅馬啦，氣勢淺藍衫啊尾4，入邊魔術控制黃衫白鼻梁嘅，尾以外欄嗰匹咧就係顏色之王啊，暫時殿後係愛馬仕嚟嘅。好啦，跑咗接近一半嘅路程啦，星際快車外欄放水晶酒杯啊跟啦，外欄位置仲有呢隻就飲杯啦，再見到響入邊啊魔術控制追啲啊，中檔位置仲有英雄豪傑啊，外邊啊咁啊呢隻顏色之王依家先揾到位喺外面追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星際快車已經係放到順晒拋離後邊嘅對手咧，贏出楊子京短途錦標啊，跑第2名，外邊追翻上嚟啊，顏色之王第3，賢者無敵第4名埋邊。氣勢同埋中間魔術控制需要影相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咁啊都係擺咗喺前面走，呢隻星際快車。約翰嘅星際快車輕勝顏色之王3馬位，反正唔容易，而且魔術控制係好嘅次選，顏色之王太熱唔值得搏。再看嘉應高升相關回放，第3、7、9場次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快閘嘅馬嘉應高升外邊快啊，埋邊有驕陽明區咧，外邊咧仲有隻美麗第1㗎，中間就係好有心得啊，出邊有幸運有利，尾腰位置紅眼罩有舉步生風啊，暫時殿後係精算暴雪嚟㗎，咁啊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咯，外邊美麗第1走咗上去啊，嘉應高升內欄第2位，幸運有利啊第3啦，內欄第4有驕陽明區啊，再一邊呢，咁啊第1尾3到啦，就好有心得嚟㗎，後邊2匹馬紅眼罩走出去有舉步生風啊，埋邊暫時殿後係精算暴雪嚟㗎。好啦，過咗呢個600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咧，前面美麗第1仲係佔先啊，嘉應高升出咗去2踏已經咬咗上嚟啊，後邊嘅馬出邊有幸運有利，最出有舉步生風，馬林中間驕陽明區好有心得嗰啲馬，最後300嘉應高升搖咗幾搖，拋離後邊嘅對手2個身位，埋邊傳上嚟有驕陽明區，中間舉步生風，出邊精算暴雪，最後100米到啦，嘉應高升相當輕鬆啊，拋離後邊嘅對手，贏出呢場100週年紀念短途杯，追平咗真係犀利啊！追平咗21年精英大師保持咗咁啊21年17連勝嘅紀錄啊！咁啊今場賽事入呢場值得關注嘅係第2名嘅驕陽明區，3、4名之爭係金鑽貴人與精算暴雪。呢啲係今期初6日馬簡單嘅介紹，多謝收看，再見。